再来看，针对两岸的观光，赖清德是表示讲，会当对中客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来追求两岸的和平共赢。旅游业者是希望讲哦，会当来解除6月7日的禁团令。因呼吁讲，咱的政府应该爱先提出诚意。也毋过，观光署长周永辉是表示讲，这个需要跨部会协调。交流取代围堵，进行合作。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，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，一起追求和平共荣。 讲到两岸观光，总统赖清德伫咧就职演讲时阵讲，会让自重新开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开始，不过是无讲要解除6月到中国的禁团令，所以当时才能解除禁团令，就连观光署也无法度明确的答案。这个事情我们还要跨部会协调，目前还没有更进一步的跟大家报告。旅游业者认为，重新开启双边的观光是信任政府的善意表达，不过现阶段爱做的就是政府赶紧解除6月禁团令。 若是官方的交流有困难，也会当先恢复民间的交流。但是上重要的是，台湾应该先提出诚意，不应该搁再有限制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单位，你要跟对方谈，一定要拿出诚意，才有办法谈嘛。基本上你自己不拿出诚意，你怎么跟对方谈？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问题很大，尤其去搞这个禁团令，让所有观光产业非常不认同。旅游业者表示，目前中国已经释出善意，开放福建的民众到马祖观光，虽然不是大幅度开放，不过观光的人数应该是袂少。 学者认为，政府会当先开放并谈到台湾的海上客运一个直航的复航，两岸观光较重新启动的希望。如果说我们开一小步，大陆再快一步的话，大陆如果开放福建居民来台，它的大概整个恢复率会达到20%左右，我们就可以这个完全开放。 这个组团到大陆去的旅游业者希望政府应该重视旅游业者的心声。若是新政府无法度解除6月7日的禁团令，所来无排除会有动作表达因的诉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